好啦，翻嚟呢一度恒指 HK50 復盤7月17號禮拜五。咁之前嗰日呢個頂去到呢一度，你見到呢喺呢一個 daily 圖呢一度出現一個 fair value gap，而個頂到一半呢碌翻落去呢就睇向下嘅。咁就再睇1分鐘圖啦。1分鐘圖呢夜期呢就出現咗呢一個結構一段橫行，呢一度啦，或者呢一度啦。不過呢要睇多一段呢一個好重要嘅位 CEBOS 15秒點樣計呢？咁就係睇呢之前呢一段最高嘅呢一段，呢度有個橫行，再破橫行洗埋，破咗最後上升段，亦都係呢daily圖嘅618附近嘅位嚟嘅。咁佢破咗呢一度呢，喺 macro time 裏邊就會出現咗回一回，再落翻去洗一洗。而呢一個呢係佢 break block 前一支計第一支1、2、3、50，佢再洗低啲喎，同一個位拉低啲618，佢對正呢個 sniper 係 macro time 回到呢個位，啱啱好支針穿一穿，軸身唔破，咁就一路向下啦。而同時呢，睇15分鐘，邊度？係啦，呢一度，係啊，15分鐘嘅 fair value gap 呢一段，亦都係佢嘅 CE overlap 咗，加 CE 15分鐘。咁所以呢一度呢，其實係一個好緊要嘅位嚟嘅。咁我睇翻1分鐘啦。咁佢一開始嘅時候呢，就嘣洗咗樓下啦，假突破上去啦。今日個 CE 即係話係禮拜4收市4點半到今日開足9點15分嘅一個中間，70%時間呢都會到嘅。咁已經到咗啦，咁啊唔好理佢啦。呢一度破咗，如果繼續睇上的話呢，呢一度拉1、2、3支燭，佢繼續向上的話呢，就睇下呢一度佢會唔會對翻個618。As long as 呢喺呢一個 break block 嗰度做入市都係 valid 嘅。好啦，9點30分真正開始呢，佢唔到，嘣一聲上咗去啦。咁你又可以睇啦，如果呢度1、2、3支燭呢一個 break block 拉個 Fibonacci 0.5，如果佢呢一個繼續上的話，破埋呢個好大力嘅，拉埋個618呢，對到位喺呢個 break block 呢就會邁向上。不過呢，佢喺呢度呢碌翻落去啦。而佢呢，今日呢一個係第一個 fair value gap 啦，但係其實佢同時呢都喺呢個 range 裏邊嘅。而佢第二段呢，真係破埋呢一段 range 嘅 fair value gap 呢，有個好 significant 嘅 displacement 呢，就係計呢一個。佢呢一度呢未破，睇向上，但係呢一支燭呢，佢收足已經破咗一半呢，就係一個 inverted 嘅 fair value gap 呢，就睇向下啦。好啦，如果呢一度睇上的話，1、2、3支燭，但係呢一度呢，佢已經破埋佢個底呢，咁就你就唔會再睇上，你就反而呢向下睇呢。呢一度1、2、3支燭嘅一半，你可能呢一度係個入市位。不過呢，如果你要止蝕的話呢，你要 all the way睇呢個頂，又或者起碼喺呢個 fair value gap 嘅樓上入咗啦。好啦，佢繼續向下洗埋呢個底，你應該呢的第一次 profit 啦。咁呢一日呢會發生啲咩事呢？好 macro time 啦，呢一度呢出現一個小橫行啦，未破，好破埋。如果你喺呢一度入市的話，前一支計第一支1、2、3支燭嘅一半，呢一度呢你入咗嘅。如果佢再繼續向下洗的話呢，睇下有冇機會個618同時 overlap 呢一個0.5，就係你個 sniper 入市位。不過呢，佢呢度已經係到咗，咁所以呢，佢未必需要再翻轉頭。佢真係冇翻轉頭啦，而佢呢，同時洗咗呢一個日線圖嘅 CE fair value gap 嘅 CE， 4小時圖 fair value gap 嘅 CE。咁啊再睇啦，第二個 macro time 啦，
一路向下啦，你見到破咗上高呢一個 structure 啦。如果你要向上的話呢，1、2、3支燭，呢個一半，再破埋呢一個，啱啱掂到，你可能係呢一個 breaker block 做入市位啦。但係你要留意呢 fair value gap、primary fair value gap 樓上呢一段，下邊就睇下嘅，咁做向上呢就唔着數嘅。如果你要買上的話，喺呢一度呢，就一夜洗走咗你啦。咁如果你洗走咗你的話呢，即係話佢個方向唔係向上，呢一度呢就做咗一個結構喺度啦。啱啱洗走你嗰段呢，你可以睇1、2、3支燭。而呢一個係呢一個嘅 breaker block。如果對正呢一度的話呢，你就會喺呢一度入市，而你個止蝕呢，就喺呢一度嘅樓上。好啦，佢亦都冇到俾你啦。不過呢，呢度呢，你亦都可以咁樣睇嘅，因為呢度出現一個橫行，而呢一個頂啱啱就洗咗呢個頂。如果你係睇向下的話呢，你見到呢一度有個 fair value gap， 1、2、3未破嘅都係可以睇上，但係呢一段呢，佢已經破咗呢一個呢，就係睇向下啦。你亦都可以喺呢一度呢，就做個 low risk 嘅 entry， 只是就係擺呢個樓上，而呢一個就係你嘅第一個目標啦。咁啊，再睇繼續啦。午市啦，佢就一路向下，就破埋7月15號禮拜3嘅 CE，咁好明顯呢，佢個目標呢就達到啦。禮拜5嘅情況就係咁啦。